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食水食水，人会当无食饭，袂当无食水。总是水伫咧人生中间啊，启示咱真侪道理。尤其硕士篇文，谈山论水，国情捡几句啊，甲水有关系的字句，来甲观众朋友互相探讨。头一句咱常在咧听，讲饮水思源头，食果子拜树头。实在讲，台湾人咧讲话吼，拢要将道理拆互足详细。本地古早人讲饮水思源，咱吼为着要讲吼会当理解，就甲补一句讲食果子爱拜树头，啊这有影呢。就亲像民间咱常咧讲，若成语讲叫做知音图报，毋过咱吼惊讲图报，台湾人听无啦。所以真侪戏台顶的小生小段，就甲即句话改叫做知音报本。啊，当然，国情搁再举一个咧，嘛有人永早册顶头有读到一句讲：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。原来共款，咱戏台顶这演员，惊讲君主讲落去，你听毋捌，搁补一句小人。毋则顶句讲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，下句赶紧甲你补充讲小人爱财，不顾体面。这就是台湾人讲话的艺术。饮水思源头，提醒咱。补充一句讲，食果子爱拜树头。啊，当然，山甲水互相对比，这另外嘛表示别种的意思，就是讲叫做环境。毋则硕士篇文内底有一句话，讲叫做近水知鱼性，近山生鸟音。啊，这有影。永早人敢无诗句咧听讲，近水楼台生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。对啦，接近水边，你就知影鱼的性；接近山边。你就会听到讲，哇，这款叫声，这款啼叫，这是倒一款鸟只。啊，另外佫无共款，这款叫法，别种鸟只，所以近山咱就生鸟音。毋过山内原来有山内的溪水，这硕士篇文原来来比评做人的道理。顶句讲叫做越重越退，山溪水；下句讲叫做越反越复，小人心。这比评讲。若山内溪水熬涨，啊，毋过嘛快退。啊，若比平做人咧，小人甲你引代志，本地咱讲好啊，伊就安尼明仔载困一醒，搁来反悔，安尼叫做越反越复，小人心。毋过当着即个熬反悔的人，你心肝爱掠好定。当着问题，咱看看来解决。因为硕士篇文原来甲咱教讲，水太清则无鱼。有影咧，头拄啊，咱才咧讲近水知鱼性。你着伫咧水边知影讲，这水遮清有鱼，咱着掠起来啊！你啊对比下句，人太急则无治。人若想过头赶紧，有当着啊吼，你嘛无法度有迄款脑智，有反应来解决问题。所以当着问题，咱真正着爱看看设法来解决。